主后2024年3月初9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阮图是有竞选的目的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马可福音第3章13、19、19节。耶稣上山，召集伊所喜爱的人，因就来。伊设立12人，称因做使徒，是要互因甲伊做伙，搁找因去传道，嘛互因有权柄赶鬼。伊所任命的12人，就是西门，耶稣甲伊叫做彼得；西庇太的囝雅各，甲伊的小弟约翰，耶稣甲因叫做伯尼奇，意思是雷公仔囝；安德烈、腓力、巴多罗买、马太、多马、阿里菲的囝雅各、达太、激进党员西门，甲出卖耶稣迄个意思加略的犹大。阮图是有竞选的目的。主耶稣开始传道，毋但照着医病赶鬼、帮助人，也向人传讲上帝诫命的意义。以前的人若要学习专业的技能，需要家己找师傅来学师仔，通学习到一技之长。做学徒的时间至少3年4个月。这段期间毋但单单爱看师傅安怎操作，也毋是阅读师傅传落来的文字的教材，是爱甲师傅建立密切的师徒关系。做学徒的日子内面，也可能带点师傅的厝。师傅吩咐学徒做啥物，就去做啥物，甚至包括做家事。学徒除了学技能以外，搁较爱向师傅来学习安怎面对困难、解决问题的方法，以及师傅的待人处事之道。这拢是师傅的专业技能以外的工作本钱。学徒若单单学着基本的技能，却无学着师傅安怎解决问题的能力，一旦外在条件变化，也是拄着困难，也会束手无策，敢若会当受称作是半桶屎。主耶稣也希望门徒毋但干那甲旧约诫命和历代先知的教训记学识，还是甲当当时列比对信仰的解说完全学会明白。耶稣的重点是爱门徒学习伊的信仰态度、建立理念甲生活实践，毋敢若是追求高高在上者的理论。这才是上帝对伊指明教导真理真正的目的，也是摩西一再提醒以色列人，捌伫埃及做过奴隶以及先知呼吁君王官员爱追求公义、怜悯孤儿寡妇的原因。因为上帝的真理是要彰显上帝完全含伊对世间人的疼。人学习真理，是要活出基督的样式，毋是为着要互家己会当享受恩典甲福利。就亲像台湾拄呾完成的选举，选民总是希望当选者毋敢若是会空谈。身为这世代的基督徒，咱也应该深思家己受竞选的问题，照着圣经所记载的事迹，去体会上帝的旨意，体贴主耶稣的心意，顺坦圣神的提醒。特别伫这充满危机、混乱甲冲突的时代，安怎向人见证上帝疼甲怜悯，搁较是重要。基督信仰
毋是为着追求自我的美好，却放任周围的世界败坏。毕竟咱拢捌活伫即个黑暗的世代，因为基督的保护和上帝的接纳，咱才会当拥有新的生命的价值。愿咱的生命会当彰显上帝的真理，搁会当帮助人面对即个世界的问题。默想，主耶稣爱的门徒常常甲伊做伙，为着要搁较济学习伊伫世间所活出的生命样式。身为基督徒的我，是毋是愿意学习操练安尼的功课，搁较深体会耶稣基督的心？主耶稣爱的门徒常常甲伊做伙，为着要搁较济学习伊伫世间所活出的生命样式。身为基督徒的我，是毋是愿意学习操练安尼的功课，搁较深体会耶稣基督的心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耶稣，你拣选门徒，搁提醒因爱常常甲你做伙，因为信靠你，因才会当传道甲行神业。求你帮助我，搁较亲近你，搁较体贴你的心意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